宜兰南方澳的这种晋安宫，注意看，全台湾第一间用宝石旋蚵来起的妈祖庙，但是今仔日调查头啊啦吼，这当年咧保庇渔民甲民众的旋蚵妈祖，身躯顶的金破链、旋蚵边全部拢用抢去啊，即马损失2000几万啊！ 穿无啊衫的查甫人，挂喙暗甲目镜包甲密，插头插脑甲身上摸来摸去，甲配件一项啊一项摕落来，真正是好大胆。别人是伫咧太岁头壳顶做动作，伊是伫咧妈祖的身躯顶偷摕珍珠破链一项拢无放过。大部分都是圆珠的部分，这两条拢用慢的，用针的，甲伊针吊起来，哈。啊，咱家有两条白色的搭配黄金的配饰。庙方表示，查仔是用钳仔犯案，妈祖头壳顶的5粒旋螺珠，互摕走2粒，靠只片10罐红色的旋螺破链嘛，互偷摕。另外，头前的4罐白色旋螺甲黄金，阁有2罐旋螺珠啊。正后壁开基妈祖身躯顶的旋螺破链嘛，拢互偷摕。目前初估损失超过2000万。这间是全台头一座打造保石旋螺妈祖庙，宜兰南方澳的晋安宫。昨半暝12点多，查仔为庙后壁车路马护掠为庙的气筒啊入来。 甲旋螺妈祖身躯顶下当摕物件，拢总摕走。骹手溜掠，加上为气筒啊入来，庙方判断查仔应该是闪闪的少年人。这是妈祖的信物，珊瑚它本来它的销售管道它就是有限，今摆人大家拢知影这是旋螺卖物件，人讲要收，人也唔敢收。庙方真无奈讲，过去晋安宫嘛捌互偷摕，所以后来有加装保全，想袂到也是互查仔入来。希望查仔甲这妈祖的信物拢总还转来，因为甲介绍变起来，因搁较烦恼后续无好。 修复的问题，那警方接到通报嘛，随到场处理。目前已经掌握查某人的身份，伫咧大门有封锁线。若要甲宝物找倒转来，嘛要甲查仔抓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